中国第15届全国运动会正在进行，高雄就机关也讲，有台湾的这练下出兵选手和教练去到中国参加比赛，也因为这个比赛必须要有中国身份才会当参加，引起众人的讨论。这个教练是解说讲呢，是去参加非官方的邀请赛，也那针对引起参赛这部分呢，高雄市体育局也要来追查，看敢是有违法。这里面有我们高雄的选手钟某、吴某、何某。3位。议员提相片出来，即阵高雄市府讲有高雄的处练曲棍球选手甲教练去中国穿因的球衫，代表中国的城市参加全国比赛。议员认为内面有现役的选手摕高雄的运动奖金，所以去中国做人的代表队比赛，安尼哪会对？要求文化局要查个清楚。我们都希望，我们就是代表中华民国，我们不希望我们的选手两边都站着。那哪一天如果有些选手真的站上了国际的舞台，他去比奥运的时候，他到底要代表谁？针对议员的指控，有当事教练出来说明，讲议员可能有误会，因为相片内底参加中国官方比赛的，拢是已经退役的选手甲教练，现役选手参加的是一般俱乐部办的交流比赛，这部分无违反中央的规定。另外，高雄体育会也讲，确实有退役的教练换去中国教，因尊重个人的选择。这3个都是找大家8年、10年前去大陆工作的一些选手或教练放在一起谈，说是同一个比赛，那就有点。事实是有点违反的。你的场地就这么多，你要很多的教练去从事这个教学，事实上就有他的困难。全面清查所有选手与教练的身份资格，如果违反中央规范，将依法撤销资格、停权、追回奖金。体育会认为，台湾的处练溜冰技术好，不过市场小，所以有退役选手甲教练选择去中国带队。高雄文化局是强调，台湾选手代表台湾，这是基本价值，市府会严查严办，只要违反规定，就会追究责任。记者柯家如、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